咧，我哋嗰啲不織布咧，我哋所有嘅物料咧都係溶喺90度水嘅。你見到而家已經超過90度以上嘅水啦。當我一擺落去嘅時候咧，你會見到佢已經即刻縮細咗。一般嘅不織布其實佢基本上係唔可以溶解嘅。你基本上咧，你抌咗落去堆填區之後咧，佢最起碼都要用500年嘅時間先至可以分解到，因為佢係石油嘅副產品，佢係有膠嘅成分，有 PP 有 PE 嘅成分喺度嘅。咁所以佢係用一個大約最少500至1000年嘅時間先至可以溶解到。但係我哋嘅不織布唔同之處咧，就係你就算唔煲熱水，你抌落去堆填區，佢2年之內佢都會自己分解嘅。但係如果你想快少少嘅話，你基本上喺屋企煲個90度嘅熱水，你將我哋嘅布料抌落去90度嘅熱水以上，你就會啱啱好似見到啦，2至3分鐘咧，佢就會完全溶解咗，溶解到係冇任何嘅微塑膠，亦都冇任何嘅化學物質或者有毒嘅成分。基本上咧，你就可以沖走佢，倒落污水渠啊，或者洗手間啊，或者你攞去淋花都冇問題嘅。Wendy 話：唔少朋友以為佢係專做環保袋嘅包裝公司，其實佢哋係做環保物料嘅公司，就同華南理工大學一齊研發呢個物料咯。咁就希望可以取代傳統嘅膠袋啦，同埋傳統嘅不織布袋。產品咧有2個專利嘅，首先係個物料嘅專利啦。咁第二咧就係個技術嘅專利，因為咧我哋有咗呢個物料咧，但係其實我哋嘅物料係可以做好多唔同嘅產品噶嘛。你見到咧，其實我哋而家好多個袋上面咧，呢度呢一個好似坑紋咁樣樣咧，呢個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專利啦，就係將2塊布點樣可以黐埋一齊，呢個就係我哋嘅專利。因為我哋呢一個技術咧就唔係話普通不織布袋就可以嗰個機就可以做到嘅，係啦。咁就係呢一個我哋係其中一個我哋比較 core 嘅一個專利啦。另外就係因為我哋都係自己廠啊。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個平台去計算碳排放。例如話，我做10萬個袋、100萬個袋，呢一張訂單其實佢一共用咗幾多度電啦，用咗幾多水啦 ，total 嘅碳排放係幾多啦？咁完咗呢個訂單之後咧，我哋會俾翻一個叫 Impact Report 嘅報告俾我哋啲客人。咁啲客人就會知道，呢一張訂單用咗幾多度電，等於幾多個碳排放，等於幾多棵樹咁樣樣。佢哋有呢個報告就可以俾，尤其是上市公司，佢哋需要做 ESG report 啊嘛。除咗各種環保袋，接落嚟佢計劃將會針對唔同嘅 B 端客戶研發唔同嘅環保產品。咁所以嚟緊咧，我哋嘅方向咧都希望可以做多啲產品嘅多元化，例如係去到酒店行業嘅，例如一啲酒店嘅洗衫袋啊，或者係攞我哋嘅物料，會唔會可以做到一啲拖鞋一次性嘅拖鞋啊，或者係枕頭套袋啊咁樣樣咯。咁酒店會係我哋其中一個行業啦。咁另外一個就係活動嘅展覽商或者活動嘅舉辦商咯。因為例如可能我哋參加好多展覽，你見到好多公司啊或者係大會，佢哋都會派袋嘅。另外一個就係醫院咯。我哋希望可以攞我哋嘅物料咧，可以做到一啲醫院一次性醫療嘅用品，例如係嚟手術服啊，或者係床單啊，或者係一啲一次性嘅洗衣袋啊。Wendy 特別提到，佢哋嘅物料係可以調校溶解溫度，特別想研發低溫溶解嘅洗衫袋。因為其實可能醫院或者係酒店咁樣啦，啲人嘅污糟衫就直接擺咗落個洗衣籃或者洗衣袋嗰度。咁因為污糟或者有時候有啲有細菌咧，基本上可能有一啲工作人員佢就唔想去掂到人哋嗰啲污糟衫。咁我哋又希望可以做到，我哋用我哋嘅物料做一個洗衣袋，將啲污糟衫擺晒落去之後咧，基本上打個結綁埋一紮之後咧，就直接抌落去洗衣機。咁洗完之後咧，個袋我哋個袋嘅洗衣袋咧就會消失咗。點解咧？我哋嘅物料咧係可以調校佢嘅溶解度嘅，由20度去到90度嘅。咁你唔會下下都要90度洗衫噶嘛？咁我哋就可以調校個配方咯。就例如可能40度就會用，或者30度就會用。咁基本上咧，攞我哋個袋去裝住啲污糟衫，喺醫院或者係酒店嘅時候，你直接一袋抌落洗衣機，你唔需要接觸到入邊嘅一啲污糟嘅物啊，污糟嘅衫啊，或者係一啲病菌啊，諸如此類嘅，咁就會。但你洗完之後咧，洗乾淨咗你啲衫之餘，亦都係唔見咗個洗衣袋咯。講到大家最關心嘅價格方面，佢話比一般嘅不織布貴2至3成。佢話屋企人從事製衣行業有自家廠房，俾佢好大支持。
因此喺生產方面較為靈活，可以做到小單量訂製。有唔少對環保有要求嘅品牌都願意嘗試，有一定嘅競爭力。我哋嘅物料咧，比起普通嘅傳統不織布袋嘅價錢咧，係貴大約20至30%嘅。咁其實好多人聽完之後都覺得都係 reasonable 嘅。點解呢？其實我哋剛剛一開始嘅時候，最細單接過幾百個、100個我哋都做過嘅，係300個都有做過。咁基本上咧，但我哋都相信咧，我哋嘅價錢咧都仲有去減嘅空間，因為我哋都係講緊個量越大嘅話，其實個價錢都係會越平㗎嘛。佢話創業2年會先做好港澳市場，接落嚟希望打開台灣同日本、韓國等對環保有要求嘅國家及地區。